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3月春天百花召开，嘉义水里的紫藤花季嘛开始了。山顶是一大片胶仔式的浪漫，游客会当顺着166县道沿路来看花，阁会当啉茶、啉咖啡，品尝在地料理。一挂一竿挂伫树仔顶，袂输风铃同款，风一直吹，游来游去。 2002水里紫藤花季登场，嘉义阿里山、梅山的水里山区拢是规片拢紫色的，除了赏花，佫会使品茶。怎么那么浪漫的颜色？对，这个是我们搭配我们这个紫藤花季的设计的茶饮，这个是我们的蝶豆花现成调饮。3月春暖花开，结合紫藤花季，在地少年人嘛，等于故乡创业，推出当地特色料理。他们有很多的创意，然后让地方上有新的这个竞争的能力。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府一直在推的这个地方创生。 公共集团董事长陈玉秀特别接受邀请出席活动，嘉义县长王忠良佮亲身泡在地咖啡。不只有紫藤花，还有好的民宿，还有我们的咖啡，还有我们的茶，还有我们非常亲切的嘉义的人情味。 紫藤花季是水里一年一摆大代志。当年3月紫藤花开花时，嘛好水里有紫色山城的外号，估计到4月70拢会使赏花。游客会使行166县道，找心目中上赞的秘密景点。